大家好，我头一摆做主持人，所以较紧张啊。今日最荣幸会使来遮做主持人。啊，即摆其实最近大家有知影讲返校啊，搁最近刚结束的即个《通灵笑路》，啊，为这两个作品的成功啊，大家开始重新思考讲，是毋是愈在地愈国际的这个议题。啊，其实当时这个乐团伫即个方向已经拍足久啊，因为早期的这个歌曲开始就唱出足个少年人的心声，啊，搁对社会的陪伴，啊，搁来因为迄个重视互台湾，开始因这个歌加入搁较侪的台湾这个元素，啊，而且嘛写搁较侪对台湾这片土地的关怀。毋过因的歌不止唱互台湾人听尔，伊嘛办过足侪迄个世界巡回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就传达即个台湾这个本土的这个音乐，互外国人听。啊，最近因一张新的专辑，颠倒是甲遮旧的好听的这个台语老歌重新编曲，啊，互咱有一个机会用新的角度来听，重新听遮以前的这个歌曲，所以今仔最荣幸会使请到当时乐团的指导来，甲咱分享讲即段路因遮的故事，啊，甲互咱一寡指导安尼。大家好，大家拢叫我吉档的，其實看到遮濟朋友，其實心內淡薄緊張，伊在講2點鐘，我較高唱2點鐘，講2點鐘要準備足濟資料、足濟議題，所以今日厝誒就想就算啦，攏莫準備，現場就自由發揮，有要問啥物問題，要聽啥物歌，隨時攏會使舉手，安尼上緊。無安尼，我感覺，因為我感覺拄仔我佇內底啊，拄仔佇內底聽到哦，大家攏講台語，我感覺足親切的，即個所在哪遮趣味。伊即馬佇吼天龍國做少即種所在啊，你毋是佇台北安尼爾，你其實佇中部、佇南部，其實即擺少年囡仔，包括實在足濟少年囡仔寫台語歌，佮伊平常時咧講話攏伫講華語，這是咱可能愛思考的所在，因為意見就是愛伫你的身邊咧發展，結果大家感覺哦，意見伊是敢若要摕來創作，要摕來寫歌，結果伊是平常時較無定佇講。這是咱真大的危機啊！我今日為什麼要來？你知無？其實是為着迄個一寡車馬費。我就甲老師講，哦，迄是重點是因為迄個陳老師定來啊，我一寡歌詞啊，攏互校正，無來敢若袂使。伊來幫阮遮爾濟鬥相共，結果我攏無來甲相聽，就趁我要出國之前愛緊來一撮，無敢若做一個台灣囡仔敢若講袂過，所以我今日就是挑工半時間會使過來。今日要甲大家分享啦，分享就是一寡自細漢到大漢的故事，甲包括我的安怎開始創作台語歌。其實我自高中開始彈吉他，咱細漢有受到迄個民歌影響嘛，所以咱摕着吉他，因為咱知影摕着吉他，咱就會曉寫歌。寫歌其實我一開始我攏寫中文歌。因為咱有受迄個影響，所以咱做自然就寫中文歌。而且迄陣青春期嘛，總是想要拍七啊，要拍學妹，所以攏愛寫一寡中文歌，互學妹歡喜。結果你才發覺，奇怪，那安怎寫攏寫袂好，攏寫袂認真，因為我的中文是高中才開始學的。我記得我高中讀高中我。去愛自我介紹，我就去自我介紹。大家好，我叫吳永吉，全班都在大笑。我想講，我哪這樣受歡迎？
原来是我的台语上烂上好笑。伊向我向读，我是读迄落新店的一间学校，啊，我就感觉我感觉虽然咱的创作，咱的台语，啊，毋过我嘛是想要，因为你伫台北嘛，总是想要甲一寡台北朋友融合，所以我就甲一寡外省朋友开始学中文。学中文我了，我开始组团、组乐团、学语答。了才感觉反正安怎写拢写袂好。啊，我迄有组一个，高中有组一个乐团，伫家人组一个乐团，叫做1989，就是原本是1989年开始组团的。啊，迄个团员就是阮即摆的迄落吉他手小白，是其中之一。台湾囡仔拢爱去做兵嘛，做兵了后，阮个乐团就先休困。了后我退伍了后，逐个拢去上班做事。了后我就去组一个重金属的乐团，拢唱西洋歌，拢唱 Happy Metal。了后我咱甲因耍2年，我感觉奇怪，我生活无遐尼 metal， 我无爱遐尼相拍，我无爱相拍的人，我嘛无爱野术的人。了我讲，我离开这个乐团，我就去组一个乐团叫古肉皮、骨肉皮，其实当时算一个真有名的乐团。啊嘛伫迄落药山的歌有发一张中文的唱片，啊内底我有写一首歌，我就一直咧思考，其实这是我想要耍的乐团，因为我耍的乐团就想要做家己的物件，毋是依附伫别人的之下。了，阮就有一天，就是5个朋友，逐个坐做阵，伫迄落即摆迄落台大对面有一间女巫店，阮就，伊迄人女巫店一开始是，我去帮伊安排节目的，因为我的店去互警察抄去了，我就甲我的器材搬去迄个女巫店，我就帮伊安排节目。我就想奇怪，就是安尼，啊，咱5个逐工拢安尼，你遐我伫安尼，拢安尼啉烧酒，啊嘛安尼5个逐工拢做伙哦，几乎逐工拢做伙，啊不如咱来组一个团好无？诶，阮迄个主唱就一开始的主唱就讲，啊不你逐工来做伙，不如来组一个团。我讲好啊好啊，我若要组团，我就敢若要唱台语歌呢，我就无唱中文的。逐个拢讲，足欢喜的啊，因为终于会使唱家己想要唱的歌。因为遐阵的台语创作阁算足少的。而且像阮即款乐团，佫愈来愈少，大部分拢是一个人出来较济，像林强啊、500，拢是一开始拢是一个人。了，阮这个团开始做了后，我才感觉我开始写台语歌，我感觉台语歌哪有，我哪才好写台语歌？因为我内底词汇足济，你知影？我安怎写着，大家拢感觉足好笑的，大家拢感觉足有创意的。阮就是，因为阮迄阵有规定，就是一礼拜。我爱写一条台语歌，互大家练。我就阮一礼拜练2工团，我逐礼拜拢一直写歌，互大家练。大家讲会奇怪，你较早写歌写啊慢，写中文写啊慢，为虾米即摆写台语歌比较认真？其实我嘛毋知影，开始写了我才知影，原来台语歌写台语歌是遮尔简单，因为你细汉所看、所成长的，其实拢是台语的环境，所以我。就开始一直写台语歌，我差不多迄人出道半年，我就写20-30条歌，就编到差不多啊。迄阵阵就是有一间唱片公司叫角头，角头就是伊要出一张合集叫做《爱国歌曲》，就是迄阵阵佫有5月天啊、四分卫啊，佫有夹子啊。其实迄拢算较早拢算阮师弟，因为阮是第一个受角头。是足重视，伊感觉即阵囡仔真有叫嚣。第一首歌发表了，叫做《拢袂歹势》。拢袂歹势，即首歌就开始就是，阮拢伫批评即摆的社会。然后即摆社会发生啥物代志，阮就写啥物代志。啊，是咱先来听一条即首歌好无？我感觉我透早准备足久，那一关了，强要讲一半。
这首歌伫迄落1997年就发表。逐天有人在冤家，这是今摆的社会。逐天有人在怨气，生活总是嘛爱过。你讲无法度改变，只有点点伫咧过。赚着大钱离开这片土地。 你敢拢袂歹势，拢袂歹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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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袂歹势。天顶无鸟仔伫咧飞，流浪的狗仔嘛真多。 槟榔土甲稀咧咧，阮烧蛋甲满世界。你讲无法度控制，大家拢嘛安尼做。差异环保是社会，日子嘛袂较好过。拢袂歹势，袂歹势。 台湾人你拢袂歹势，拢袂歹势，袂歹势，台湾人你拢袂歹势。警察拢嘛在学习。 军中的米汤有够多，警着代表食饱货，一票较济嘛好落，官商拢嘛在交陪，差异人民爱啥货？这是啥物的社会？这是啥物的政府？ 拢袂歹势，袂歹势，国民党你拢袂歹势，拢袂歹势，袂歹势，阿辉啊你拢袂歹势，拢袂歹势。这是1997年发表的，所以这条歌过顶年。 就受到迄落一个音乐人的协会，得到年度10大单曲。迄阵阵我会记1997年，咱迄个我会记其实我是1970生，啊1987年是拄好戒严嘛。遐阮写这条歌，爸爸妈妈就烦恼的讲，你写就好啊，你莫出去唱。因为迄阵咱普遍的台湾人拢有迄个阴影伫个阴影伫个嘛，拢会讲会惊。可能嘛是因为阮做勇敢，唱出阮想要唱的，想要看会到的，甲唱出来，所以可能是一寡音乐人感觉阮，算个台湾话算讲真好干，叫小做好就甲唱出来，结果。 过顶年得这个奖，佮得这个奖了后，我就感觉愈来愈有信心。因为像少年囡仔嘛，啥物拢有惊就开始慢慢啊感觉家己行的路是对的，我拢袂记咧转正呢。这是阮出过11张的唱片，今年要出第12张。好，用台语陪伴社会。 陪伴，谢谢老师。因为用台语歌，用台语写歌，其实对我来讲真简单。讲用台语要全部拢讲，较有难度啦。而且拢要讲了真标准，较困难。其实我台语算少年这辈我算阁袂歹，我嘛是搁伫
学习啊。好多嘛讲都看过董事长的册，啊，家己可能是少年时，家己有兴趣拢有研究。啊，若年纪大，因为有家己有学生啊，就叫学生去研究，家己变个办大。所以我其实对迄台文拢做有兴趣，所以我对迄个陈老师嘛，拢感觉真敬佩。啊，所以我有帮一寡少年团嘛，拢叫陈老师帮我校正。好，安尼我阁看一下我的草稿。啊，其实阮是敢若写写政治，阮嘛写真侪环保的，真侪土地议题。因为我是自细汉住在，我有记住我就住在宜兰的壮围，我读壮围国小，啊了，阮爸爸来随乡，因为随乡做拖工，随乡做侪宜兰人拢是因为生活去随乡做拖工，后来了，甲爸爸去随乡，所以我对一寡土地对海边啊拢做有感情的。啊，前几年啦，有迄个美丽湾事件嘛吼，我看到一阵迄个原住民的朋友，就是为了迄个美丽湾的事件，就是做拍拼去，感觉即个土地袂使开发。因为我内底有一句我写了感觉较趣味，就是其实起厝的人，因拢请原住民。港人是原住民哦，再乱请是港人是原住民，结果是遮原住民，伊爱去家己破坏家己自细汉成长的所在，因为咱想会感觉足悲哀，不过伊无法度，就敢若合适共款。阮兜即摆住在随乡离迄个迄算合适嘛吼，颜料遐，其实是近来我有即个自细汉的囡仔伴拢其实较早拢伫遐上班，前阵我转去甲研究即个议题嘛，伊讲吼核市场吼，会使起袂使动，我听无意思是啥？会使起袂使，因为会继续起吼，因才有钱赚。你若动吼，伊讲动，你若动我嘛伊讲若动，大家拢想要搬走，因为是拼装车嘛，就是伊家己做的工人，伊知影内底工程就是学拢无济啊，拢学袂来。因家己工也上知，所以这是咱一寡，像咱台湾人一寡悲哀，咱家己无法度，家己的国家，家己无法度好好去保护咱这片土地。啊，所以咱现在过来唱一首歌，是我写迄个美丽东海话，叫做《美丽呀》。美丽呀，不美丽。为你弯弯，爱你那昂昂，美丽呀，美不美丽？起甲悬悬，就缓缓。欢迎来到这，做伙你来坐，风景真美丽。这有善良的老百姓，热情的人情味。来到这，吃饱未？你吃饱未？落下来到这，做伙你来坐，海洋真美丽，这有往来世界趣味的人情味。来跳舞，来唱歌，咱来唱歌，庙会真热闹，夜市仔人真多。世界拢是充满土地民众，阮咱来做新人，传统的热点，
搁做花的艺术。世界拢是充满在地气味，认真的趁食人，美丽啊，不美丽，有的你弯弯，面啊红红，美丽啊，美不美丽，气概圆圆，笑欢欢。 我来爱甲大家借手，好做伙拍舞好无？人拢住伫遮，咱会有囡仔，人拢甲笑命命。虽然热天有风台，三不五时做地动，咱要来好声，伊着着着声。 你敢拢唔惊？美丽啊，不美丽，弯弯弯，面啊红红，美丽啊，不美丽，气概圆圆，笑欢欢。 谢谢。最近阁有发现一件代志，我嘛感觉真不可思议，就是咱台东迄个南回公路其实拢无便宜，大家安知？南回公路的距离差不多台北到苗栗。 虽然迄人口无偌济，人口头25000人的，拢是大部分拢是原住民一带，结果迄边拢无便宜，因为人口少嘛，起便宜一定了，所以迄边拢无伫起便宜，敢若就我急救站有迄个护理站尔。所以最近有迄个一个原住民的医生，叫做徐超斌，伊互我食感动，伊就是39岁，因为。 伊知影伊迄个环境大汉的，因家己的妹妹嘛是因为无迄落紧去治疗，所以妹妹就破病过身，所以就伊迄落家己做医生了后，就一直伫致力于这个想要盖一个南回医院。啊，阮伊就是因为原住民迄边无啥物医生，所以淡薄过劳，导致他39岁就中风啊。 中风了后，伊嘛是39岁，你足少年的呢，敢有比你较少年？伊为着迄个南回医院，所以最近总是有淡薄机会会使通过，就是迄基金会已经成立啊，所以伊有可能伫今年就成立迄个基金会，所以阮足侪音乐人拢是大家跳出来，包括阮啊，包括。 台民志勇老师，包括新宝岛康乐队，咱一寡有迄个较本土意识的一寡艺人，拢感觉家己捐出一首歌，啊，希望帮助这个南回医院，啊，希望伊会使起成，啊，不止照顾台湾人，嘛要照顾原住民朋友，啊，希望大家若有计开力，就甲因斗相共一下，好无？ 安尼敢若收音小啊吼！你嘛讲一下话，咱安尼较紧张。我即摆敢若过半点钟尔啦，半点钟迄落职棒嘛才拍一局尔。咱会使大家开讲啊！我惊我讲吼，我一寡迄落，我迄落社会使命，拢会愈讲愈严肃。好，咱实在嘛真久啊嘛。 哦，其实其实阮2-3年前迄阵318算啥对，迄阵阮对，迄阵阮组这个团队定叫我唱歌，阮足定唱的就是迄个最后一杯酒。哦，啊，迄落
有啦，前阵嘛郑南榕嘛，迄落一个，迄落纪念会嘛用这条歌。对，我嘛是看到迄个郑南榕迄个影片，就感觉这条歌最有意义啊，所以阮出去的时候，因为阮迄阵就是唱做者台湾过去的歌，包括这条歌，甲想要甲大家讲台湾过去，就是。要跟我拿伴奏啊，较袂无聊。哎，我这边就歹势讲啦。我经历啊。其实，我今日看到伊的名，伊的主持人的名，我讲，哦家这是实在朋友，应该袂紧张。结果伊甲我讲，伊第一个主持啊。我靠呀，你还害我愈紧张。所以即摆你宜兰有种田。有种田啊，种稻啊，啊个种菜嘛有。不然我甲你放嘛。你较早有唱阮的歌，还有唱啥物歌？较早有唱台湾的。哎呀！我敬你最后一杯酒，从以后袂搁再啉。你陪我最后一杯酒，一段袂搁煞，我嘛袂强求。最后一杯酒，安尼较自信啦。啊，其实阮就是，其实我少年时甲即摆拢无啥物伫做工课。真好。我逐工伫厝里，敢想要写歌尔。阮爸做土工，伊做事人吼，看，逐工拢对我摇头，讲你咧，但是了不了囝，毋知要安怎。伊讲啊无你甲爸爸来去做工好无？我有去过，甲我妈妈做过报告的做邮差。我爸较早肉算白，泡泡工就拢变红的。啊，妈妈就毋甘，然后我就开始去找我拢去打零工啊，就是去做摄影助理啊、录音室助理的，一工1000块、1500块迄款的。有一工就算一工，啊若无嘛无要紧，因为一个人嘛还袂死。我若这才使讲袂。我有一家伫录音室吼，头家做爱播，你知哦？迄条奖比13期，我就讲，阮无啥好比，伊迄头家因为伊要趁阮的薪水，伊就讲比咱来比拍成1000，啊打枪1000，老师听无吼，就是全部赢就是1000，啊咱算较欠伊，然后无啥好播，结果我甲伊播3天2夜。我甲伊赢要30万。我去做头家。大海机啊，自细汉就开始播。咱是歹势讲，咱会晓播。啊，伊就那种琴师，拢是迄落甲输出来，啊就赢了30万。我就领机票了，我几工就无去上班啊。然后就半年拢无上班，然后我拢伫厝写歌。我这是插曲，这袂使写出去，有损形象。啊，拄我讲到大啊，好 ，OK。好，为迄落目标讲到全世界，
阮伫阮迄落去出第5张唱片的时阵，阮是做一张中文的，叫找一个新世界。迄张唱片做甲比较英式摇滚，迄个无拄迄张得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其实迄张毋是阮上介意、上满意的一张啦。啊，因为有当时啊，其实得奖无得奖好歹理论，无一定讲你认真做就会得奖，你无认真就袂得奖。然后其实阮上介意的一张奖神互台湾一张唱片。啊，阮即个唱片就是结合真侪迄落，本土的元素，甲一寡庙会啊，甲一寡电头的物件结合做伙。啊，即张唱片就叫奖神互台湾，内底用了足侪咱一寡本土的元素。啊，迄落即张唱片嘛，我是入围当年的迄落金曲奖4项，结果阮家己上介意的拢一项拢无着，其实而且这张唱片做2-3年，迄张唱片敢若做2-3个月尔。啊，其实我开始行向全世界嘛，是因为这张唱片。因为当我听了阮这物件，感觉哪有 rock and roll， 哪有这种物件，加这个 rock and roll， 伊是因无的物件嘛。因为当我哪有像咱这个有咚咚锵。因着听迄敢真趣味，就是所以阮了即张唱片发来了，除了世界各国的音乐节了后，阮阁有去一寡台湾的一寡台湾的社团的邀请阮出国去表演，因为这代表咱的台湾文化。啊，阮除了2月去亚洲巡回1个月了后，阮后个月要去法国，代表台湾去参加迄落唱片展。唱片展，差不多9月可能会去纽约，就是世界走，因为阮无啥介意去对换，去对换拢去心路命。安尼讲者，其实阮上介意去北美啊，因为北美是上好耍，因为有内底北美阮有介意的野球、棒球、baseball、大联盟，互大家约好啊约。我迄个大联盟有几座30座球场嘛，大家约我去开几座球场，就去巡回了，先可以看球。20。30。拢总30个啊，对。我即摆去过29个。因为阮的音乐全去全世界去表演，先再去迄落去看球。要去的就是陈伟云。迄当时的所在叫巴尔的摩精英队，其实去过啦，只是无进去看球，甲因拄啊无比赛，所以阮就是借由即张的唱片，会使走向全世界。所以阮今年要发一张嘛是甲即种元素有关系，结合迄个9天的一寡古的元素，要开始做，差不多7月开始录音，年底会发行，希望我歌写会出来。我袂写。伊规团拢一人伫写歌，其实是忝的。我写歌，我出来工作。先搞一段9天是啥物件？9天。啥物意思？就是屈原的物件呀。伊就是迄落中文叫九天玄女。哦，9天玄女啊。系9天玄女，就是因伫摆迄落。是，我知9天玄女。咱若有迄落有问题，咱会使甲老师共款，会使随时提出来，因为咱嘛伫学习。看那迄个，原本该有什么9天，什么有什么？你看你个装9天的。9天是高队哦。系高定。高定。原本有钱，咱有这个物件。嘛是有啦，对啊。你该9天玄女敢无啥关系咧？我来简单介绍一下9天好啊。伊会互我配合就是吼。伊拢收一寡迄落中辍生，就是你无介意读册，就送去伊啊团长会较教，因较教就是，如果大概去嘛看迄，我敢毋正囡仔，你知无？结果因若看到团长，你是讲倒一团啊？9天。9天这个团了，我唔对。迄个台中。台中大山，对。因是足侪拢是
伊嘛是有一寡专业的表演者，啊嘛有侪拢是一寡爸爸妈妈教袂来，啊因就是团长拢团长有甲因就规定来就是你爱去，因拢有读夜校，虽然你是也无法度读，拢去读夜校，有叫因去读册，爱做一寡伊高中上基本的嘛。了后你看伊真正看伊表演的时阵，你会感觉真感动。伊规身躯赤哩啊，结果伊变做主持人啊，毋知影囝仔变做主持人，伊毋知影囝变艺术家，这转变足大个。所以阮即届特别选伊甲伊合作，嘛是有淡薄即个感觉，就是感觉诶，每个囡仔其实拢有机会，毋好放弃。你若放弃，有可能真正走去佚佗啊。伊也像伊咧会变较歹吼，其实体力拢特别好，所以精力拢特别旺盛。所以我爬练到上面拢足厉害。你即摆叫伊教伊物件，他们就都会，对，都会虚心接受。伊毋是代表每个囡仔拢适合读册嘛，你嘛会使往艺术发展，嘛会使往体育发展。就敢若我逐个囡仔拢叫伊莫补习，你逐工补啊，哪有可能透早8点，逐工是8点，钱也无了比别人较济啊！啊倒啊，免读较济，那钱也变较济。我是感觉，我个人感觉这是毋对教育，应该是读拄啊好就好啊，应该加去运动，加去学一寡物件，学音乐啊，学唱歌啊，学体育对，无拢读死册啦。因为咱拢是迄个教育出来，啊，阮定来去国外看，其实做这物件是，其实人生吼，一件厉害就足厉害。你看拍 NBA 学人，敢若拍 NBA 也拍了好，就是一世人，伊就是专业，就是伊的专长，不用五育并全，但都是要学习啊。像因做这运动员啊，其实拢是很多他们都是大学毕业，他们学历其实都很高。是你要一项专长，我觉得那是很重要。包括我甲大家囡仔嘛，尽量拢讲台语。啊，奇怪，因的环境吼，都是拢讲中文。你若讲台语，甲你会中文，啊，变尤其你台北、新北这个所在，所以做想要甲送去南部去。有诶，南部嘛不一定，南部不一定较好，对啊，不一定较好。身教我觉得嘛是最重要的，对啊，就尽量讲。就是这个家长无认同，较厉害。家长呢，讲台语无路用，所以甲长辈讲台语，甲下辈讲华语。对，家长嘛，安尼家长是。这点我有想到一点，其实我嘛毋知影我嘛无特别去学台语啊，啥物，那台语变成我的专长。因为看我其实嘛无逐个长辈遮遮尔认真。结果我去文化部啥物，我当做伊个台语的音乐老师。因为恁即马少年囡仔写台语歌拢袂认真啊，拢会写明明你要写这个艺术变做别个艺术，所以变成无形中我就变成台语变成我一个专长，你知影？所以我甲囡仔讲，你就如语言啊，语言就是学越多越好。对啊，语言我觉得比数学重要。数学我拢讲会晓算台就好啊，我来开玩笑。所以我觉得那个语言是特别重要，我都一直叫小朋友去多学一些语言。好啊，咱即摆讲到第39场啊，所以刚才唱歌啊，你讲即摆敢若过42分钟了。啊，只有一首迄落《众神合台》内底，即张唱片内底一条慢歌。最后一支烟，我就要来离开。一头目了时，幸福是啥滋味？我毋是无爱你。
着家己。风动的过去，漂泊算什么？茫茫了了啊，未来伫落位，爱我你的死。青春无代志，看袂着天光，咱拢是黑暗暝。介意你的香味，莫问我为什么爱我你的死。青春无代志。风中的蜡烛，放伫双的手，习惯一个气味，就爱悄悄予伊去，后世人才提起。最后一支烟，咱就爱来离开。一头没了时，幸福是啥滋味？爱我你的死。青春无代志，看袂着天光，咱拢是黑暗暝。介意你的香味，莫问我为什么爱我你的死。青春无代志。风中的蜡烛，放伫双的手，习惯一个气味，就爱悄悄予伊去，后世人才提起。谢谢。这首歌叫做《爱我你的死》，其实这首歌嘛有一个小故事。当时有一出足红的电影，伊就透过唱片公司，啊，迄人唱片公司的音乐总监就是我的老师叫刘天健，伊看这个剧本感觉真适合我写，就叫我阿姊你要消化卖哦。我看剧本看看哦，最有感觉的，我半认真看了，我搁开半认真就把这条歌写了。我是讲哦，这阮着的，这是兄弟电影，这自细汉成长环境就差不多是安尼，所以最有感觉的。结果就是摕去了摕去了唱片公司，摕去了电影公司，叫电影公司甲我拍请。伊讲伊要中文歌，伊无爱台语的。哦，这放假拢嘛讲台语，那你唱中文？啊，我当时嘛算真坚持讲。我改中文，我就放弃了。反正我自己爱写歌，写歌对我来讲是袂讲介困难，只写好听的歌甲歹听的歌尔。我就了就是留喺家己用，家己用了用喺家己的唱片，用喺掌声后条这条，结果这首歌传到伫阮的 KTV， 这首歌是上受欢迎的一首歌。啊，当时嘛，甲迄落 KTV 的业者。介谈，伊就讲，恁咧做唱片拢无开宣传会，无开迄落啥物要8点档的啥物，伊就讲，哎呀，伊就讲伊歹买，我安尼好啊，然后头家咱就相处好啊，我互你要请你哦，啊若3个月内底拢有进到前20名，就 KTV 的新歌排行榜，若有前20名，你才付钱啊，我好无？伊想讲，伊想要由阮趁的，讲好啊。到第2个月了，伊就打电话来讲，指导那个合约可不可以？有要主动付钱啊？我当时做一寡代志嘛是，
有淡薄仔牺牲吼，你就有迄个收获伫诶，就是先牺牲，才有收获。这嘛是有影做音乐，其实伫台湾做唱片界有影做音乐，敢若做人敢若比做音乐较重要。你若做人若较有成功，你逐个都较会甲你斗相共。你听有无？嗨 ，Hello。激动，请问，即问题你写即条歌的是，首歌的是，你是先写歌词，先写迄个音乐？做伙写的。做伙写。其实，即嘛我创作足奇怪，我若写中文歌吼，就是爱先有曲，才有词。啊，写台语就一概拢一气呵成，足奇怪。做伙写。嘿啊，我大部分拢台语，我大部分拢做伙写，因为台语迄个字吼出来就迄个 melody 出来，就足奇怪。啊，国语就是你有迄个 melody， 你啊落去填词，所以我较特别爱写台语歌啦。其实阮拢本来拢阁有想讲一张中文，一张台语，啊，即马拢无想啊济，就是尽量拢写台语较济，因为台语写嘛较紧。我即马发11张，算台湾发上济迄个团，啊，若身体阁健康的，阁继续发落去。因为阮甲团20几年啊，我团员拢是九共年纪，拢5、9年厝，即马嘛47岁啊。啊，甲团的生活拢可能较无健康，所以阮拢有伫拍球啦，阮拢有伫拍野球，啊，但是就是希望阮拢，因为阮拢基本上拢算自细汉做伙大汉的，所以阮拢诚珍惜大家朋友的感情。伊诚少甲团像阮安尼，会使除了有月天啊，因为伤红啊，迄落商机伤大，分嘛分袂开。其实阮嘛做各自祝福啦，袂感觉伊做红就安怎袂啊？即马嘛是阁是保持好朋友。你大概讲一开无？我无伫惊啊，都很好啦，因为每个团有每个团的遭遇嘛，的际遇，包括我们甲四方嘛共款，啊，甲乐坛嘛共款，他们团都只剩一个主唱。其实生涯本来就是安尼，分分合合。对阮来讲是足正常的。啊，阮是团愈算愈侪人，即马本来5个人，过身一个主唱，剩4个，了即马变6个。啊，6个，佫有2个旧的团员转来，我嘛就是要无要紧啊，你若无别个团会使接受你，咱就做伙有钱做伙谈。所以即马团有2个鼓手。3个吉他，2个贝斯，人足侪。我若是出国啊，我出国无可能大家拢会使出国，有哪4个，啊4个就是，比如，吉他手无去，我就去弹伊个吉他。以后伫我就弹柴的嘛，无弹我就弹电吉他。啊，就贝斯手无去，我就弹贝斯。啊，若鼓手一个无去，另外一个鼓手落去拍。我算团内底有诚侪工具人。听讲之前出国嘛，伊台湾拢无知，就出去啊。其实，你去美国海关哦，足麻烦的。伊若知影你要去趁钱，还是去表演，就会拢会甲你刁咯。所以阮拢学足巧的。阮各州哦，阮拢有算音乐的朋友，嘛有华人，嘛有黑人，嘛有白人，阮就去。讲阮要去表演，啊，就是因会帮阮传家去，阮大概会使甲学着啥物信号，因为就是厝啊，就是交朋友嘛，交朋友就是不外就是二招酒，啊，一届下下，拢甲阮传好好呢，阮若去到各州拢毋免走家去，啊，咱人交就好，这是即嘛算台湾第一团会使安尼，会使出去走动的。我若要去倒一州，阮就穿倒一州的球衫，
因为你讲，伊讲你要来创啥？你袂使讲你要来表演嘛？伊讲我要来看，我去报警，就是要来看戏。你进海关拢足简单诶。这嘛是一寡撇步啦，因为我就是定去美国，伊海关较是做严诶嘛。即马听讲愈来愈严。我来去安全问题啦。对啦，等到去欧洲，等到去较自然。然后我去顶日去荷兰，去敢若我比台湾个比这个台湾个去，敢若伊甲我当做家己人诶。遐人拢真和善，拢袂歹。我听讲即个法国就较迄落啊，较恐怖分子，你嘛较有种族歧视较严重一丝啊。好。啊，即摆我要听啥物歌？我第无请教你啦吼，因为我即摆韩国的演艺团体也调来台湾，因较成功啊！恁台湾是安怎会用甲像个韩国安尼会当个热门乐团嘛吼？因咱定来，咱敢有机会，讲定来安尼带成咱遐发展安尼。其实吼，因拢是舞团较济啦。哦，团是真水个，对啊，因拢。去装嘛，其实因个是真正是有政府伫迄个伫沙浦，政府伫迄个甲斗相共。因之前较大个市场拢伫中国嘛，啊，即马中国较有问题啊，即马慢慢啊走回台湾，再过是去中国。伊嘛一寡韩国个头家甲阮接触，讲想要互签台湾的团是安怎？因为因总是。较好去安排，较好做生意，啊，如何把遐个人塑造成一寡爱豆，啊，再进去大陆那边赚钱。所以做这偶像团内底拢有一个综艺还是台语的一寡爱豆。啊，伊嘛是有想要，嘛是想要邀请台湾的乐团过去表演。是本来是按算讲差不多7、8月有一个机会会使去。啊，阮顶年其实嘛有去韩国，其实那边的风气是无啥共的，对哦。啊，其实对阮来讲有机会就是厝啊发展嘛是袂歹，啊，只要莫顺国际的，我拢都接受。我会记得有一届我去迄落去休斯顿表演。结果报纸的记者跟在甲我写做，就是阮去是为了11国庆还是因为国庆上面11国庆，没有就是中国的哦11号，中国11号，他说我们去，因为是为了中国国庆，然后我当然我就甲迄个讲，甲迄个朋友提讲，阮即场阮无爱唱，除非除非你叫迄个记者讲当场，记者在登报。要不要跟我们道歉？啊，后来就是敲出久的了，记者登报道歉，我们才愿意上去表演。因为虽然趁钱嘛真重要，不过家己迄落尊严嘛是真重要。所以你要去中国表演？啊，啦，阮就是阮4、5年前定去中国表演。遐做个中国乐团，佫无还不成气候。啊，因大概拢要，但是阮逐年几乎拢会去1、2届。伊有想要邀请台湾较有特色的乐团，除了5月天啊，无伊较红，伊就是因为阮会邀请阮去，大部分拢是音乐季，就是比较较摇滚的。啊，这几年等到就较少，因为大家个乐团拢已经成长啊，较无需要阮的团。啊，讲较歹听，其实阮即摆佫会使去中国表演。大家拢感觉阮袂使去，其实阮可会使去，还是可以畅行无阻。只是你也知，你是毋是黑名单？你哪会知？阮拢甲迄边的，因为阮即个考来阮伫来遮久啊，阮拢有迄小道消息。啊，若要去趁钱，我也嘛是 OK， 只是钱要先汇一半入来。无你去领着领袂着，拢无一定。其实我是想要表达的就是。无一定爱甲迄个算应该无一定爱甲重心拢放在中国。其实
海外你若音乐有够好，你会使往澳洲啊、北美，虽然是更艰苦，因为语言不一样嘛，语言无共，所以但是你像3年嘛是定出国表演啊，其实无一定爱甲迄个重心拢放到中国，啊，家己过了快乐较重要。你袂使去啊，拢围困，阮逐个去啊，拢学读车读到起不喷，甲迄个温江书记咁要避免，我们都叫张师傅。请问一下主持，因为伫台湾的乐团当中，以恁即辈来讲，张楚定行、五月天是两个，等于讲是2个不同的 type 的 band。那，我用从华语讲，就是说，在选择群众跟你的 popularity， 就是你的知名度跟你的立场中间。我想五月天他们应该从他们最早期的歌到他们现在的歌，他们应该做了一个很明确的选择。那以董事长来说，等于是做了另外一条路的选择。那另外一条路的选择可能是以台湾在地文化为主。那相对的，可能你们，我就是可能如果有点冒犯，就是请包涵，就是说可能丧失了一些族群，或者是甚至你们的一些 monetary， 就是金钱的收入。那在选择这样在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你们那时候有没有思考过，走另外一条路，就是写流行歌，走中国华人市场之类的 ？OK， 我觉得其实五月天是一个很成功、很可以很商业又可以兼顾音乐性的乐团。然后其实阮想要，其实生意无想遐济呢，包括五月天其实伊们应该嘛无想遐济，因为当时。较头的每个团拢去互签的主流唱片公司，阮是签的上华，啊，五月天签的滚石，因为大家团的名无啥共，其实这嘛甲因迄落，因本身想要写的物件，伊其实本身一开始写的物件就较流行嘛，因也较袂去批判社会，较袂去，啊，阮就是较草莽，就是较，其实有一个。重点，我一直思考，我定阮团咧讨论，大学生吼甲高中生原来是无共，阮拢是高中生，因拢是大学生，因受的教育吼较完整，想的较周律，啊，阮无，阮就是敢若唱，敢若阮拍球啊是创作风格差不多，啊，他们就想比较周延，啊。阮常常嘛，其实嘛真欣赏因啊，啊有一寡，伊应该嘛真欣赏阮的。我才穿整套去夜市啊，伊无法度，伊我戴口罩，我戴帽子。因出去，阮也大家定出去表演，啊，就问我，你戴，你戴你，用无啊？你店嘛袂使出去啊，你心好快乐。他人生只有舞台跟饭店而已啊，那好像我们人生还有球场，还有很多 pub 在等我们。大家看的角度不一样，可是你以一个年轻乐团，你看我们当然觉得我们过得很精彩啊，那看五月天的他们钱赚的很多，各有利弊啊。其实是钱有够用就好啊啦。看有够精彩其实就是大家团的迄落遭遇拢无啥共，无可能大家团拢像五月天啊，与其流就敢若足看尔，这嘛是祝福啦，才会使继续成为华人的要怎讲，披头士。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编曲的时阵啊，华语歌甲台语歌编曲的时阵，敢有思考上，敢有啥物无共？其实编曲拢是，其实阮定开到一个时间拢是开编曲，伊一个甲团队无共款，就是编曲爱甲别人无共。你编曲编出来，你的乐风、乐风就是会使甲别人无啥共，所以阮开长的时间伫编曲。
那其实对阮来讲，台语歌甲华语歌是差不多啦。阮因为阮逐张手机的概念无啥共，编的物件都无啥共，环境上是差不多，拢爱开诚侪时间。差不多，就是讲，拄着制作人唱片的制作人，我毋知影当属定的制作人是毋是激动，还是有其他的老师？但是拄着制作人和恁写歌原本的概念无相共的时阵，恁会安怎去沟通还是安怎？其实我一直去找一个人生的制作人。我一届去大陆去领奖，去领就是领迄张奖ရှင်互台湾。阮去大陆着迄个华语金曲奖着三项大奖。伊是阮去表演时阵报效阮，伊讲我你若无爱邀请阮过来，伊讲你们的专辑名称叫《众神护台湾》，邀请你们来我们就惨了。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去广州那边表演，要他们在后台办一个私下的 party， 帮我们就是加颁奖互阮。我当时我就问，因为伊遐之前出一张叫《阿姐鼓》，你知吗？那张上面其实我最介意迄个制作人叫何训田，我就甲迄个乐评们讲，你敢袂使帮我找这个人？我想要找伊，帮我制作后一张的唱片。结果伊讲，伫伊的心目中，《众神护台湾》是超越阿姐鼓这张唱片。伊讲不用了，你们的上面就牛逼了，你们就自己做就好了。后来我就打退这个想法了。就讲其实因为大家的文化嘛是大家知啦，大家上了解大家文化、大家的物件，大家会去。虽然我嘛是希望佫会使拄到一个佫较好的制作人，佫伫找当中，然后会使，你嘛使帮我介绍。因为我定伫做一寡别人的物件，因为你应该吼，旁观者清，有时候边仔人会看你比大家较清楚。我是习惯拢大家做，大家乐团、大家乐手拢是这张唱片的制作人。过来唱一下歌好。你休困5分钟好。好啊。休困一下，剩下1号对。好，较早讲的。差不多，咱头拢是这当中啦。差不多。休困5分钟。休困5分钟。好，谢谢。洗手间。伊才会故事无？继续讲啊。对，其实我头仔嘛想讲，当时你做过遮济歌，每一个歌决定这主题的时阵尾也是安怎编曲？比如讲我10条歌嘛是，可能我是20-30条，经10条，才开始做这张专辑，还是这过程是安怎？其实我感觉一个乐团吼，上重要就是伊的第一张唱片。我记我第一张唱片的时阵，我就已经写100条唱片公司给。我要得条了。你有100条，你上无会使经到10条好的歌。你若第一张唱片若成功，你会使佫有机会有后一张，有机会可能你就靠这张唱片，与摇滚乐团们拢较隽永，靠这张唱片你会使唱死啦。我上会记哩迄落，因为阮第一张唱片算真成功，去到第二张唱片，唱片公司希望阮做较淡薄较流行的。伊会讲恁咧团哦，音乐是啥物拢有哦，你会使写一条主打歌互阮无？我那嘛查无啥物主打歌，我迄个阵嘛是算，我嘛算介酷强，我就一工就是写3条。互迄落音乐总监听3条一工，你今日这3条你若无介意，我明仔佫写3条你，就一条坚持要差不多1礼拜，到最后1礼拜，最后一工，迄落迄个音乐总监就拣了1条，伊讲就是这条，我听了我夹1条，我讲这条我明明我袂写的，我就凊彩嗨，就是因为迄录音毋是像即马。用电脑录音就是拢用卡带
甲咱家己一支吉他咧录起来就放好听啊。啊，袂想袂到伊讲咩？你已经有主导过即首歌，啊，你就会使发片啊。啊，就是其实有哪，你甲迄个主流的唱片公司吼，你爱有淡薄仔适度的妥协啊。就是你爱互因，因为总是较敏感，较知影钱的味，钱的味的市场。我就是有妥协过啦，嘛是有淡薄迄落，但是阮妥协，但是并无迄落影响阮本身的个性，就是大家面啊嘛是搁完在，啊这是因为阮即摆市场搁较早无啥共，即摆因为你知影市场伫倒位啊，咱嘛毋知影，像我较早听911，这个团真趣味，想袂到，因还袂后之前捌来台北找我，就找我建议啊，讲激动为虾米阮的物件拢无法度入围金曲奖，我就伫遐笑，讲你使黑白做迄即厝的做就要入围金曲奖，因为阮那时拢开大钱去录音室录音的，迄品质拢较好，因那时虽然创意有够，不过你就是品质无够好，你就较歹入围金曲奖，因为那总是华语市场的最高殿堂嘛，你无可能凊彩厝的录的，啊像阮开遐侪钱去录音室录就装痟的。所以因就是后一张了，因就真正有开钱，因为我已经有趁钱啊，已经红啊，就去录音室真正录，就入围金曲奖，才能得奖啦，我知。其这嘛是，其我定来甲一寡迄落少年的创作人，拢一寡分享家己的经验。因为你写歌是干那你歌写出来就好啊，你迄个迄品质就好。就好才有机会，因为你歌你电脑顶传达，你若音质若无好，大家就切掉啊。像我定下去做一寡台语歌的评审，你若录了无好吼，你做歹获得青睐。啊，录了好就去，录了好上无评审，甲你听到总要听到副歌了，主歌副歌了，啊录了歹5秒就来切掉啊。这是事实的。啊，这就是伊即摆电脑才发达嘛，要录了好，其实是愈来愈简单。包括这几年你做拢叫大家报名的物件拢愈来愈厉害。包括即摆一个少年囡仔，伊包括伊的编曲啥物都其实拢愈来愈齐全，拢会使愈来愈好啦。我嘛是就是定定迄落。Facebook 拢定定收到一寡朋友寄来的 demo， 叫我甲斗听啊。若写做无用的，嘛是爱加减听一下。伊总是希望一寡台语的创作，就是愈来愈侪人重视的。就是要讲我一点，传承的台语歌。下骹是迄落歌词啦，有效的师傅是三顿烧。迄落下骹是无拄好，就是黄克林，伊嘛敢若住遮附近的啊，住啊敢若住3点埔。啊，最近嘛定敲电话互我，叫我帮伊做唱片，因为年纪大吼，较无资源，啊，就叫阮少年仔甲斗相共。我之前有帮伊做一个单曲，叫做。可爱欧巴桑，伊感觉迄袂歹耍，就叫我今年看使帮伊做规张唱片。做想要甲斗相共啊，啊只是嘛爱大家位啊，对，无来变叫徒弟仔甲伊斗相共。啊，除了黄克林老师了，最近佫合作有文夏老师嘛，嘛敢若住遮附近。对，伊叫定定，伊即摆今年考10岁哦。几岁啊？啊，91岁。伊今年伊是讲了侪无啦，有啦，伊是民国17年啊18年生的，伊好像是16年。因为520要办生日会，今日有甲我招，要办咧迄个南港，对，我已经90岁，文夏。啊，过来，阮最近佫有办迄落。也启电徛台，啊，伊演唱会，阮去做伊的特别嘉宾。
了，然后有一天我打电话我讲，阿志，伊拢叫我阿志团长，我新手皮，你要来甲我，要来甲我唱一个啊。包括老师若讲，因为咱就是，伊拢这种是咱较早台语歌王啊。对啊，所以讲你若有一句话，阮拢会去斗相共，拢义不容辞。啊，包括。是，请问恁若讲，譬如讲啊，讲一个叫使命为善吼，伊今年100岁嘛吼，啊，若讲因基金会要麻烦你家己写歌，一条歌偌少我相关的迄个价钱。这是算迄落，对啊，迄落听这名就起叫有陪，会孙娘娘，伊口头禅叫会孙娘娘。其实这种好讲，阮袂去为就敢若。我本知见迄落即地是偌济，即个可能就是3000块吧。阮若规团出去演唱，一般迄落音乐节拢是30万起跳。对啊，所以做一款代志毋是钱去迄落衡量的，所以迄落咱会使私讯，伊拢还好啦。啊，有意义的代志拢还好。会当桥啦。对啊，啊总统都爱开较悬的，依靠资源啊。对啊。2亿就好，毋通伤钱。梦想家啊。2亿啊，对。其实就是做一寡较有意义的代志啊。请问你这友好幸福3两小，这是这个歌的名哟？歌的名这是一条歌叫做退路。是伊唱啊，你唱还是伊做唱的？啊，倒来录啊。友好幸福3两小哦。讲啊你啊，阮啊有交代，叫阮的目睭你啊，唔通我白白，碰啊你地碰啊，交啊我地交。让恁咧开花世界啊，一来哦。牛头马面啊，伊啊种啊滚哦，也有你也上有顺。烧酒来你咧混啊做啊现咯，啊你讲啊对人是着啊凊彩，惊你着惊假叫。草帽啊，路啊上啊，草啊挂旗，友好的新妇是3两小，友好的新妇是假路摇，啊假路摇，摇你着摇假摇。现在你嘛烧钱去啊，现在烧钱伊是要买落去。现在来你嘛烧钱去啊，现在烧钱伊是要买落去。惊你着予伊惊，行到观音菩萨。对路，就是甲王老师开讲，这条歌的迄个由来。伊这条歌大家拢讲是迄个看门我调，其实讲毋是，这是算西洋调，算喜事的，毋是丧事的。啊，伊这写这条歌是因为1990年林建宏写一首《放真行》，足红的，啊，伊算怪才喏。写一条倒退路，甲伊对抗。我听这乐风，敢若是比林宏较老，其实无，这是1991年所写的。啊，当时伊的 MV 大家去看者，阿pitbull伫跳舞。阮今年有甲翻唱，阮嘛大家去 YouTube 会使看了，阮甲伊做伙翕的 MV， 真有台湾味啊！阮是伫电子火车顶悬所翕的。啊，大家若有迄落 FB 嘛，使去甲阮试一下赞一下。等下我请教你吼，你来讲是这个歌词伊写的对不对吼？对。这歌词非常水对不对吼？这非常水个单位，迄毋是伊写的，
迄传统的歌词，迄是迄个剪辑得来的。应该是。这我歌词足熟，我倒真这看到，真这拢看这物件吼。所以这是真差不多100年的文化的结晶啦。对啊。所以迄词是真道地的一个第一词啊。迄毋是以下是，我袂甲你讲，但是因这词是，你看迄是差不多，咱阿祖迄档的人才会晓讲即款的话啦。对啊，即摆无这种话啊。袂晓再讲即款的，看着道地。对吧？这个友好新妇，这个是一个咱另外一个，确实一个俗语是咧讲吼。对。不好的新妇是三顿烧，友好的查某囝路里摇啦。是哦。你听有无？新妇是三顿烧。咱普通人拢是偏心嘛吼，查某囝拢最友好，新妇拢最不好。口才传统的。因为就咱是安尼。查某囝出现，咱查某囝先家己的，新妇拢就不好，因为新妇，所以新妇不好，三顿拢该煮饭吼。查某囝友好，你路咧足远个，喊顿要顿个路里摇啦。所以也是坑人，也是你抓住眼前的那个不要算天上的彩虹啦。哦对哦。迄查某囝足友好的，迄寄到美国去，等于转来甲你煮饭落食。其实，阮家己内底写一寡物件，其实拢是有一寡引经据典，就是甲一寡物件捡下来，变成大家物件。伊出来迄真个词吼，我拢会当知对倒出来拢知，迄是真道地的台语啊。老师专家。我迄个迄种古早话啦，迄种古早话啊，所以真有意思。迄是一个集体创作，甲可能这个因为这个看门歌是咱耳熟能详啊，所以真有感应啊。所以你看，迄是老歌，非常老的老歌。虽然我是以前，我就是倒出来的啦。对，迄个调嘛。迄个歌词是，迄个歌词是倒出来的。大姐。我今仔去听着当时顶哦，我感觉哦，很震撼。谢谢。我若你讲规团出来啊嘛。我有迄个问题吼，第一个我的感想就是讲。你头仔唱迄个讲第一条，你讲你为虾米袂见笑？吼，都袂歹势，袂歹势。我想起吼，龙应台吼，伊同红迄个野火鸡，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我想讲你袂歹势，啊你袂生气，我感觉唱你讲得较好。我感觉你写得真正好哦，因为伊写迄个文章讲，你为啥不爱生气？很红。我觉得他他那时候的批判非常的强。但是我感觉你讲你为啥袂歹势？迄条我感觉有够好。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吼，你咧讲有效的新妇三顿烧吼，阮老母以前是讲不好的新妇三顿烧。吼，啊，你有效的，你就是落底，因为像伊讲的，祖囝嫁甲啊，你偌不好的新妇嘛是就是讲嘛是伫你的身躯边，因为以前拢住做伙嘛。但是这个问题改变一边吼。我感觉这个题目哈，这个歌名友好的新妇，我感觉这有女性主义哈，即卖女性主义，刚刚你为什么要甲新妇讲友好无友好，甲摕到台面上来？因为这父权社会哈，这个新女性一定听起来不是很愉快。啊，第三个，这是1990年的创作，跟我无关系。啊，你这条歌哈，我感觉。你的歌拢非常道地的台湾味吼，迄就爱你真正住伫台湾吼，种因为你甲迄个港味啊，甚至于诗人向阳，他们那种有一点像华语直接翻过来，像向阳的诗，即马伊嘛拢有叫人来讲出。啊，我有一遍听简上人，你知道，伊的看蒙歌啊，伊收假已经，就说他移动到世界各地去唱，伊收假就是按迄个西讲，就是迄种迄个，我感觉有一点像，就真的很感动。我去 Google 一下。对，迄个最后一个问题讲，我要请教恁的团名叫做当处长，你当初号的有啥物特别的意思无？是啥物？其实阮迄号做当处长这个名，就是伊足简单啦，阮就是想要唱家己的歌，做家己的主人。就敢若其实甲咱这片土地的人同款，想要做家己的主人。家己做主人。啊，因为
歌词是我写的，所以我就不便回答。其实咱受的教育吼，自细汉受的教育是，我记得我自细汉我若听到国歌，我就拢伫正赞吼，因为我感觉我受的教育是我的国家，我就爱立正站好，我就拢做尊敬国旗什么，包括迄个蒋总统，我嘛去吊唁。啊，女朋友考，我嘛陪伊考，我嘛知影为什么要考，反正就是伊考，我就对伊考。了，我真正去做兵了，我才知影，那做兵那甲册读个拢无啥共，因为当兵就是可以真正的接触国军嘛，可以接触这个比较这个国家的那个的军中的生活。刚一条奇怪，那甲自细汉的册读个拢无啥物，哪来啥物反攻大陆？解救水深火热的同胞，其实无一件代志嘛。才开始，开始发现，因为我做空军的嘛，米堂，开始发现怎么军中怎么那么腐烂，很适合我军中就是5点下班就，因那就是军官、士官拢跋叫啉烧酒啊，拍电动，所以我一下就融入那个社会。如鱼得水啊！对啊，我就开始，因为呢，就是一间房间住4个人的，拢甲大专兵到做伙，因拢看一寡证书，看一寡台湾的册，就开始摕起来帮变，愈变才愈有兴趣，奇怪，好像真的是有那么一个道理，那跟他较早受的教育无相共，才开始慢慢改变我的思想。我才开始去研究，然后就是放假了后去甲人听迄演讲，退伍了后就是都会去听一些名嘴在演讲，有一年1997年，迄种足酷的啦，我拄创团，迄个当属另外团，结果迄阵1997年我去跟许信良做主席。民进党还有陈文茜是文宣部主任，他们听到我们这首歌，然后跟我接触说，董事长你们歌很棒，你们愿意来帮我们唱歌助学吗？他开的条件很简单，1天3万，我们想成是1场3万，那才这一场3万，那时候根本就是都还没发片，1场3万。我们就答应，就签了20场，签约60万。后来去唱才知道是1天3万，从早上唱到晚上。像唱个大家拢烧声啦，就是后来才变成是每个都是，因为你无可能一个主唱主头唱啊，主头唱啊是讲话嘛会烧声，我就变成对大家轮流唱，我唱2条，你唱1条，我唱2条，就变成董事长变成大家拢变成拢会晓唱会晓 cover， 我是敢若阮团就是敢若我晓唱，不过大家团员拢做好唱的，就变成就是可能有可能是迄个事过了后，就变成大家拢会知影，你随时拢会使 cover 你的团员，就是变成你拢会出来唱之类的啦。这敢若跟你问的敢若有点偏掉了吼，因为就是当时阮迄无人敢写这种歌，你若讲若像一寡比如黑名单工作室，他们至少写的比较隐喻，不会像我那么直接。当时阮算是较敢写的，那嘛其实嘛是受到较头唱片因嘛是头家可能嘛算感觉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很欣赏我们。就把我们拉进他们的唱片公司，才有了董事长才慢慢成型。我其实阮算应该算较久嘛，唔知影唱中文的唱我根本唔知影唱片是后一张唱片伫倒位，结果阮唱台语的，听到你唱的歌是真特别的，是独树一格的，在有很多唱片公司找我们接触，就是发挥自己的特色很重要，玩音乐了。你拢抄别人的，还是拢唱英式摇滚？因为至少英式摇滚就是英国人的嘛，我们台式摇滚就是我们台湾人的，就还蛮适合董事长这个乐风。所以阮今年过做一张结合传统民俗的物件，
我这种物件特别歹做，因为好像很近，就你庙靠遐，可是你要结合它却是有点难度。你也加伤济，感觉伤差，啊，那加无好嘛，感觉怪怪。我记得阮一届伫落迄落传统乐器的物件，锣鼓，阮连这去录音室录啊，录音室都是拢包括做安静的，啊，无冷气声，啥物拢无，啊，结起录起来拢声遮清气，拢无着味，你知影？伊我一直想，伊叫有一工，就是甲搬去客厅，像这种客厅咧录，迄感觉就对啊，伊那野味就跑出来了。就会变得不一样。录音室拢有吸音，无回音啊，无回音啊。伊迄就是爱安尼动来动去。对啊，就是敢若咱伫庙口咁款。对啊。迄场我会去做2、3年，啊，种想台湾就做到第3班才成功。伊做应该就是慢慢啊，阮几乎拢慢慢啊做较好，做到家己满意为止。伊无赶，你无看迄一时，因为你啊一出去就迄一世人诶。想要问2个问题。哦，老师好。第一个问题就是，恁出国啊，安尼巡回无共所在去唱歌，敢有啥物款较深刻的代志？就是外国歌迷对恁的歌的感觉，还是讲反应？吼，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敢是你毋知几年前就开始有替高雄市文化局处理迄个南闽儿歌迄专辑嘛，吼。啊，佮包括恁家己的专辑，伫咧几年前开始，就是感觉讲有要歌词改用即个教育部的即个推荐的汉字有无？敢有啥物款的原因还是事件，互你想要做即款改变？安尼讲好啊，这卖爱感谢咱的即摆立委 Freddy， 因为我有一个，因为阮较早是做伙开公司伫迄落，落沃，阮较早是西高东，我即摆拢卖掉啊。啊，就是我奇怪你的第一文啊，甲我无啥共。伊讲有啊，我这有老师啊，我这介绍你哦。好啊好啊，伊就互我老师的电话了，我讲其实这对了，这其实真重要。其实我嘛捌学过台文，只是皮毛而已。啊，你若要真正写较标准的，嘛是真正需要老师的斗相共。所以阮自将心好谈迄场开始，自第8场开始，就甲老师合作，就是。啊，阮即摆就是更真好，阮就是希望阮的唱片除了台文了后，搁英文伫边啊，因为阮是市场敢若无放在台湾是安怎，就是希望全世界，互听阮的歌拢有迄个感觉，以后有兴趣伊就使看迄个歌词，啊这，嘛是爱多谢 Freddy 介绍的，所以我即摆刷咧有做者我做的台语乐团啊。我拢会介绍老师，互伊去校正，因为我这是一小步了，可是也是很直接可以影响一寡少年人，会互伊知影是真正正确的台语，包括迄落高雄市的南闽儿歌嘛，内面有一寡，因为我已经制作几啊年啊，后壁还嘛有迄落顶年迄落得奖者郭子啊。哦，有没有？顶年有得奖，伊今日要来我们知。伊首顶年迄首歌叫《司机伯伯》，司机伯伯真有创意，真有迄个少年人的气味。啊嘛是老师应该知嘛，司机伯伯。啊，就是希望就是慢慢影响，这少年的乐团啊，这少年的歌迷听众，哦，正视这个问题。啊，这个互大家慢慢来再接受。台语文的正确的台语文，所以我有当时啊，所以平时开讲拢做简单的讲台语，你也袂想台语文，就敢若无讲介好念，就是爱定定习惯去念，就是我若讲毋对，你袂使甲我纠正，因为安尼我才好多进步。其实阮定定去国外参加迄音乐季，做趣味的。你一定爱准备好，认真表演。因为你若即件表演了后吼，伊会敢有一个世界各国的人去看，啊，世界各国的，因拢叫策展人啊，就是导演啊，这个，邀请者，伊看你袂歹，伊就甲你
电话来给你留电话留联络方式啊 ，FB。我记阮顶年去迄落利物浦英国利物浦音乐节，一唱了有一个苏尔的，就愈来甲阮开讲，我想讲苏尔就无啥想要参与，苏尔哪有啥物音乐节？啊，结果我还是礼貌上的有了啦，就无偌久就邀请阮差不多6月去，过2个月去海参崴表演。 俄罗斯的南方，就中国上面，啊，韩国边啊，东北亚，就邀请阮去表演，就是迄个感觉，就是你若认真好表演，去一个所在表演了好的话，一定会受到更较侪表演的邀请。就敢若我定下甲少年朋友讲，你若音乐来做偌久，做偌好，你的骹步就会使投啊。 你若是做愈好，就是你有邀请就愈来愈侪。讲一个较好笑，阮大概去，因为两家出国表演，可能敢若拜5、拜6礼拜，啊1、2、3时来要创啊，阮就有去呢，啊大摆拍舞去遐排队，排队就是排迄落，你会使去你排队，看你排队几个，轮到你就去表演，啊就是阮就去叫 open mic， 啊阮就去，阮去，就甲人去排队。 啊，轮到阮，就唱了，大概唱了，下骹人拢要请阮啉烧酒。因为你的音乐太有特色啊，就是拢会开酒请阮。啊，阮这样个性嘛算靠上，嘛是伊请阮就搁请倒两个，请到伊拢无去，因为讲你这里台湾人哪才够啉。这嘛算一款国民外交啦。 就是你若音乐做了好，你就愈有机会去世界各国去表演、去佚佗啦。老师，我一个问题，这嘛是后壁一个查某囡仔的问题吼。每个暗半暝仔的时阵，我啦3点5仔的时阵，拢困到真好势的时阵，我来听到阮囝开始咧念歌。其实阮囝嘛是咧变乐团的啦。哦。 哎呦，变乐团，伊看你的头毛，伊都想要耍团。即摆变乐团，我就当时来去烦恼，伊感觉讲，你后摆毋知有前途。即摆我大学毕业啦，无想要去咧上班啦，我想讲现在是要继续读音乐，所以要叫我支持，当然我嘛是。 你讲我做老师，我嘛是爱支持，对不对？对。我嘛无法度讲，我嘛无法度讲，限制讲你后摆到底是有前途还是无前途。所以我是讲要限制，我目前这个状况会当请你来讲，迄阵啊，你拄啊开始的时阵，你甲恁老爸啊，中间有啥物一寡迄个故事，你会使小来讲一下。摩擦啦。 是把压力要死的。我自高中毕业，我就住学校。我感觉伫厝诶无受重视，我当时离家出走，无人要找我。即无来佫转去厝诶。高中毕业，我感觉我就去阮厝住随风嘛，我就去家人合作棒，我就去家人甲台北合作棒，去做2年了，我感觉。 安尼，我人生敢若，因为我身体像少年身体无介好，透早起床拢有流鼻血，伊迄烘胖啊，烧气下落就流鼻血。我感觉我就开始去思考讲，我的兴趣伫倒位。了我才知影，其实我做爱唱歌啊，做爱唱民歌，做爱唱流行歌，遐我搁啥物家己拢袂晓。我就甲阮爸爸妈妈讲，我要读高中。